點解大切同埋大丈夫嘅大明明都係借咗漢語嘅發音，但係就會分別讀作大同埋大嘅呢？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日文嘅漢字發音、吳音同漢音。其實兩個大嘅讀音都有規律，只係佢哋由中國傳入日本嘅時間唔一樣。呢個就係吳音同埋漢音嘅分別啦。吳音指日本自大和時代從南朝健康傳入嘅漢字音，漢音就係奈良時代到平安時代從唐朝長安傳入嘅。所以吳音同埋漢音分別代表咗唔同時代同埋地域嘅漢語語音系統，借嚟嘅發音自然有相異之處。咁呢啲音同而家嘅廣東話有冇對應呢？有嘅，請望畫面嘅圖表。呢個圖表顯示咗聲母 t、d、n 嘅字點樣對應翻日語漢字嘅音讀。留意廣東話嘅送氣不送氣對立喺呢度係唔起作用嘅。我哋更加關心佢哋嘅聲調，即係佢哋係陰定係陽。翻到大丈夫同埋大切，前者嘅大係打行，後者係他行，所以兩者分別係吳音同埋漢音。所以你打麥嗰陣見到段位認定，就可以發現 dan 係吳音 ，te 係漢音。雙唇聲母 p、b、m 情況都類似，同樣係失音聲母陽聲調嘅平。喺日文平等平和兩詞發音有異，前者讀 bio 係吳音，後者讀希係漢音。從呢個表我哋可以注意到一樣嘢，哈行轉呼令到 p、b 聲母嘅字唔再讀原先嘅趴行，而係哈行，亦因此日文唔會用趴行去表呢啲字嘅音讀。另一件值得提嘅嘢係，現代假名顯令到部分漢字由打行嘅 z 同埋 z 變成 za 行嘅 z 同埋 z， 令吳音音讀未能夠直接呈現出嚟。例如頭係他聲母陽聲調，吳音係打行嘅 d， 漢音係他行嘅 to， 但係後來佢嘅吳音就拼入咗 za 行嘅 z， 驟眼睇就容易誤讀成 za 行嘅音讀。類似嘅情況出現喺地、定等等嘅字上面。但係吳音同埋漢音都唔係音讀嘅全部。土係他聲母陰聲調，無論係吳音定係漢音都係他行，但係 doyobi 嘅土就係打行嘅多。呢個係因為日語漢字嘅音讀除咗吳音同埋漢音之外，仲有其他類型嘅發音。doyobi 個土係慣用音，意思個字係唐音。餃子呢一個詞就直接借用咗現代漢語嘅發音，由漢語嘅不送氣失音變成咗日語嘅濁音。想知道更加多吳音同埋漢音以外其他日語漢字嘅音讀類型，或者係廣東話同埋日語漢字音讀嘅對應關係，就請繼續留意我哋啦。